我们市长拿的是今年新开新品开运黑蒜全鸡锅，哇！一盘搁一盘的年菜以及年节伴手礼，这是台南市六金庇护工厂所推出的好礼12道，为年菜到甜点以及过年的红包，隆重拢有。明年呢是兔年，我们就一起推出了5福吉兔的礼盒。那我们的兔子礼盒，每一只兔子都是手工制作的，然后都是用天然的食材下去做染色。主推就是年节的时候有日晒米香我们的紫苏梅礼盒，主要的产物还有就是我们的无毒蔬菜。综合莴苣，就是我们已经经过熬水洗净，在于年节的时候打开可以当生菜沙拉以外，也可以做点韩式的吃法。每一间庇护工厂的年节好礼丰富搁多元，市长恩惠体也特别到场，替每一间工厂做宣传，并邀请大家来做公益、吃美食。每到年关，我们都要跟这个社福团体，还有一些弱势团体一起来行销我们。台南他们社福团体所做出的非常好的年菜，那我们其实介绍很多年菜之外，台南过去都是美食之都，现在也是美食之都。可是，我们从吃出美味之外，还要吃出一些人情味。那这些人情味就是来自我们社福团体他们所准备的精美的一些美食。那所以说，我想说，既做公益又吃美食，何乐而不为？希望大家一起来。我们有6家庇护工厂，他们都精心制作的非常好吃的年菜。当然，伫遮讲好食，就希望大家过年爱家己买，有年菜好食，还有好心能够分享给我们台南市里面每一个角落的弱势者。伫庇护工厂做工课的员工虽然拢是新创者，也毋过因认真制作的遮的产品，值得互大家支持。欢迎大家伫农历过年进前来做着购买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